相隔多年，配套成熟完善嘅荃灣區，終於迎嚟全新中目住宅項目。新項目坐落喺荃灣橫窩仔街，總共提供462個多元化簡約單位。不論係上車一族定係追求升級換樓嘅家庭，都可以喺度揾到心水之選。更加令人期待嘅係，項目由著名發展商出品。呢間發展商向來以交樓質素、會所設施同物業管理見稱，品質絕對係信心保證。Nice. 所以市場預期項目一推出，勢必成為全城焦點，引爆新一輪嘅入市熱潮。Weird. 你可能會問，橫窩仔街響邊度？佢正正位於荃灣市中心地帶，所以無論步行去到港鐵荃灣站定係荃灣西站，都係輕鬆自如。而作為新界唯一擁有雙鐵路優勢嘅區域，無論係日常返工放工定係週末外出玩樂，交通優勢無可比擬。另外唔可以唔提嘅係，荃灣向來有天空之城同埋堅尼地城嘅美譽，因為呢區擁有全港最強嘅行人天橋系統，居民可以透過天橋網絡輕鬆連接20幾個大大細細商場。無論係行街睇戲、食飯定係日常買餸，都唔需要擔心日曬雨淋，瞬間已經可以直達目的地。完善成熟嘅生活配套，令到荃灣嘅吸引力不言而喻。除咗自住需求，市場對於荃灣物業嘅投資潛力同樣關注，因為荃灣住宅擁有完善嘅換樓鏈，一直以嚟吸引咗元朗、屯門、青衣同埋東涌等嘅區域居民前嚟置業，成為佢哋升級換樓嘅不二之選。所以有人話荃灣樓市從未見頂價，升值潛力無限，早買早享受，行動就要快啦！想搶先一步擁有呢個集交通、配套、品牌於一身嘅理想之家，就即刻聯絡我哋嘅前線同事，了解更多詳情同埋最新優惠，把握入市良機。